中这场野村任务到达已经有50档历史，每暗伫神明的指示之下，掠武型的模型仔，为了让更较侪人知影这项文化，特别甲赤坎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石狮城隍大甲特展。阮是算为大陆过来的一个城隍爷，并毋是咱本身台湾一个辖区的城隍爷。野村掠着。也是讲去引导的一寡冤冤有几个话，阮无所谓的审判权，裁决权，阮拢需要去交去关城隍遐，互在地的城隍爷。当中透过图文、文物以及讲座，互大家更加了解府城大甲文化，也佮搬出重达20-30公斤的顶桥，开放体验光大甲的感觉。而中这档的桥拢会指抓连灯插伫个顶悬。Focus 就是在这个艺的部分哦，因为这个是每一间它特别的地方，以大家这个主题来做切入。那切入之后，就会直接瞄准到中泽堂它这个大架的起源跟整个关大架的过程。根据了解，关大架是在地化了后，发热伫府城的仪式。通常神明圣诞前1个月开始顺境内，也是落下拜访幽宫庙，上知名的专台手艺关圣皇庙、府城关圣皇爷孙，伫2002年获定录做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，大架就是其中一个部分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